你哋有冇遇過一啲公司 training 或者同事嘅 presentation 講完之後都唔知佢哋想講咩啊？又或者明明係講緊某個 topic 嘅，但係唔知點解好似講咗第二度咁樣。有冇試過公司叫你哋做 presentation 或者做個 project PowerPoint， 成大堆散收嘅資料，唔知點搞呢？如果你哋都有呢啲問題，咁我今日講嘅呢本書就好啱你哋啦。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大家好，我係舒淇 Mavis， 今日同大家講嘅呢本書嘅書名叫做《精準寫作》，作者洪震宇。大家對寫作有啲咩諗法呢？同自己冇關係？唔中意寫嘢？定係依家咩年代啊？寫嘢揾 AI 啦。我未做呢個 YouTube channel 嗰陣時都係咁諗嘅，覺得寫嘢呢一樣嘢，自從唔使讀書之後，其實係唔需要，亦都好唔明白點解返學嗰陣時要考作文。但係當我開咗呢個 channel 之後，就發現因為要寫稿嘅關係，原來寫嘢唔止係寫嘢咁簡單。即係咩意思呢？當你有一大堆散收嘅資料，或者一大堆零碎想講嘅嘢嘅時候，原來你係會唔識得點樣去表達出嚟先至好。成日都會出現幾個問題嘅。第一，你腦裡面諗嘅嘢同你用口表達出嚟嘅嘢兩回事。第二，表達出嚟嘅嘢唔夠深入，即係講咗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啦。但係其實你係有啲再深入嘅嘢想講出嚟，只係表達唔到嘅啫。第三就係好似我頭先講嘅，太多資訊啦，唔知點樣可以有條理咁樣 group 埋一齊之後再去表達，同時間可以令到人哋容易接受同埋理解。初頭唔係好識，我會以為係自己寫作能力有問題啦，所以我先揾呢一本書嚟睇下。但係當我睇完呢本書之後，就發現原來寫嘢同表達能力一樣，係需要嚴謹嘅邏輯思考。即係點啊？想要學好表達或者寫作，就要學好思考。作者喺呢本書裏面由淺入深咁樣教我哋點樣去提升精準嘅寫作能力，主要係想帶出3個重點嘅，分別就係精簡、精巧同埋精深，深入個深。精簡嘅意思就係要用簡潔好讀嘅文字俾人哋容易啲理解，精巧就係要表達得生動有趣先可以吸引人，精深就係要有深度，令到人哋接收完你嘅嘢之後係有收穫嘅，達到深入人心嘅目的。而佢分咗3個部分去講嘅，分別就係精準寫作嘅能力啦、技術同埋應用。聽到呢度，可能你會以為成本書都係講緊寫嘢啦，但係我頭先都有講嘅，想要學好表達同埋寫作，就要學好思考。所以其實書裡面有好大嘅篇幅都係講解緊一啲步驟，或者教我哋喺寫作之前點樣去進行一個邏輯思考，令到我哋可以好精準咁樣傳達你嘅訊息俾外界。而我就抽咗3個比較簡單嘅要點，組成一個步驟分享俾大家，希望如果喺工作上遇到類似嘅問題，都運用到呢啲步驟嚟幫到大家。首先開始寫嘢之前，作者就要我哋先諗一諗個策略。策略主要嘅目的係想要我哋有目標同埋方向，之後再揾翻條路徑出嚟，點樣去達到你想要嘅目標。其實我哋做咩計劃都好啦，策略係唔少得㗎，因為你一冇咗目標、方向同埋路徑嘅話，好容易就會偏離咗。而喺寫作方面嘅策略，作者就提出咗一個方法，叫做 ROA 思考術。咁點解叫做 ROA 呢？ R 係 for reader， 意思係諗一諗讀者係邊個先。O 就係 objective， 就係你做呢一樣嘢嘅目的係咩呢？希望改變佢哋咩諗法呢？而 A 就係 action， 你希望讀者睇完之後會有啲咩行動，會做啲咩？依家我哋逐個嚟講咯。首先講讀者先啦。我哋好多時想輸出任何嘢俾外界之前，都冇諗過你想輸出嘅對象係邊個。一味就係想掉出去，跟住就睇下有啲咩回應翻嚟啦。但係正正因為咁樣，我哋諗嘅嘢就唔夠一針見血，跟住就陷入咗 FF 狀態。咁應該要點做啊？我哋要做一個定位俾你輸出嘅對象先。點解呢？因為咁樣係可以幫助到你去諗你嘅溝通對象嘅樣啦、生活或者工作環境，佢哋關注緊啲咩，遇到啲咩問題，有啲咩痛點。你諗得越具體，就越可以幫助到你更加接近你對象嘅感受。隨時要問下自己，佢睇唔睇得明啊？呢啲係咪佢關心緊嘅嘢啊？你越做得多呢啲動作，你做出嚟嘅嘢就越針對性。之後就目的啦，好老實。
個個都知道自己想輸出嘅嘢嘅目的係咩嘅，但係你嘅目的清唔清楚就唔係個個都知喎。咁可能你會諗啦，清唔清楚咁咪點啫？我知道自己大概嘅目的係咩咪得咯。嗱，原來唔可以咁樣諗噶。好似用我嚟做例子啊，我呢個 channel 係講書嘅，我嘅目的係想分享多啲唔同書俾大家，但係呢個目的唔夠清楚，咁會發生啲咩狀況呢？就係我講出嚟嘅內容同我想帶出嚟嘅 message 唔同啊！你嘅目的唔清楚，出嚟嘅嘢就唔清楚，會搞到你乜嘢都想擺入去，咁樣就俾唔到太多記憶點人哋啦。所以我哋要諗下你想輸出嗰樣嘢嘅目的先，其實係想人哋點啊？你想讀者支持你嘅觀點，買你嘅嘢，定係認同你嘅理念，又或者學習你提供嘅具體方法，甚至乎係想改變佢哋對某樣嘢嘅認知？呢啲嘅目標設定係可以幫助到你去聚焦，去睇清楚讀者原本嘅認知係乜嘢，再去揾翻你想輸出嘅重點，咁樣先可以透過你做呢一樣嘢嚟改變人哋嘅諗法。跟住就行動啦，好多人都好容易忽略讀者睇完你嘅嘢之後嘅需求，因為而家已經唔同以前噶啦。以前冇互聯網，可能就會同讀者冇咁多互動啦，比較單向少少。但係依家已經係一個多面向嘅溝通模式，對方係可以回應你啦、修改或者批評，所以我哋反而要多啲思考呢一個部分，可以喺文章結尾嗰度提供多啲資訊啦，引導翻對方可以有進一步嘅參與，咁樣先可以發揮到你想輸出嗰樣嘢嘅力量。當我哋有咗清晰嘅方向之後，就可以開始下一步啦，就係揾翻你嘅主題出嚟。我諗好多人都發生過呢啲問題嘅，就係講完啲嘢出嚟，人哋唔係好知道你想表達啲咩，之後我哋就再去解釋同埋補充啦，點知就越講越亂，最後人哋唔知道你講咩之餘，自己都唔記得咗本身想表達啲咩。咁點解會發生呢啲咁嘅情況呢？就係你嘅主題諗得唔夠清楚啊，而令到你嘅內容都冇一個好明確嘅範圍同埋方向，搞到咩都想擺入去，最後就好容易失去焦點啦。而思考就喺揾主題嘅能力裏面發揮咗一個槓桿嘅力量，幫我哋設定咗個範圍，揾翻個主題核心。咁有兩個步驟嘅，首先我哋要練習水平思考先，之後就練習點樣去梳理啲資料，成為有方向、有組織嘅脈絡思考。而水平思考佢有個關鍵字就係仲有呢。呢個時候你唔使驚諗出嚟啲嘢好濕聲好亂啊咁樣，因為喺呢一個階段我哋需要嘅係大量嘅諗法，就好似 brainstorm 咁，佢唯一嘅原則就係要有大量嘅諗法，先可以慢慢去搞清楚同埋整理，再揾翻一個最正嘅 idea 出嚟。所以我哋喺呢一個時候就需要不停咁自問自答，問下自己喺呢一個主題上面有啲咩諗法啊，不停問自己仲有呢？仲有冇呢？再諗多啲啊！我哋要有大量嘅諗法先可以串連到相關嘅 idea。當我哋有咗好多關鍵字或者 idea 之後，就可以進入第二個階段，就係嘗試揾下你諗出嚟嘅 idea 或者關鍵字裡面嘅關係，大家有冇啲 connection， 將呢啲散收收嘅嘢串連翻一齊。而呢一個思考過程，作者叫做脈絡思考，佢係可以幫你睇到你諗出嚟嘅嘢背後嘅關聯同埋意義。而同一時間，除咗諗下大家有啲咩關係之外，我哋都可以篩走一啲冇關係嘅 idea。完成晒呢啲動作，我哋就可以揾翻佢哋嘅先後次序啦。依家我哋有咗個主題同埋內容排埋次序添，嚟到下一步嘅結構啦。結構就好似一個骨架咁樣支撐住全部嘅內容。有啲咩作用呢？就係幫助到你自己可以清楚啲，用一個簡潔嘅方法呈現翻你自己本身想輸出嘅嘢俾人哋。作者就分享咗一個結構方法，叫做金字塔原理寫作法。大家都應該知道咩係香檳塔啦，即係人哋嗰啲晚宴咪一個祝酒儀式嘅，通常就係用好多個酒杯，跟住搭到上去，搭成一個金字塔咁樣。而我哋睇佢嘅結構，一定係由下面搭上去嘅，先打好個基礎，之後就一層一層咁樣搭上去，搭得越上，香檳杯就越少，去到塔頂就係剩翻一杯嘅啫。
搭完之後，啲人就會將啲香檳由上而下咁樣倒落去，而啲香檳就會慢慢斟滿每一個酒杯。當我哋開始拎香檳杯慶祝嘅時候，都係由上而下拎嘅，咁樣個香檳塔先唔會冧。點解我要講呢一樣嘢呢？作者叫我哋換一換個角度去諗啊！我哋做一個 project 或者寫嘢就好似個香檳塔咁樣，一定係由底部開始思考，跟住整理資料，一層一層咁樣揾翻個重點出嚟，慢慢向上堆砌自己嘅諗法，最後就會呈現咗嗰一杯獨到嘅觀點同埋結論。但係如果由聽者或者讀者嘅角度去睇嘅話呢，反而係由上而下嘅。佢哋係會睇香檳塔嘅脈絡，之後再睇翻最上面嘅觀點或者結論，由上而下咁樣去睇，就可以了解到成個香檳塔點樣建立出嚟啦。所以金字塔寫作法就係由觀點、重點之後到情節，由上而下去組成嘅。但係我哋構思嘅過程就係由一個金字塔去思考，由一堆散收嘅資料去消化，歸納出重點，再提出翻自己嘅觀點結論。咁呢個結構有啲咩好處呢？係可以令到作者同埋讀者都唔會咁容易失去焦點啊。而論述嘅過程，我哋要先講重點，之後再講細節，咁樣先會令到讀者睇嘅時候可以透過流暢嘅邏輯推論，再加埋吸引同埋說服人嘅內容，傳達精準嘅目的。從我頭先講嘅內容，我哋可以睇到寫嘢或者表達唔難嘅，因為寫出嚟或者講出嚟就得啦嘛。但係點解咁多人做得唔好呢？係因為冇一個好好嘅思考訓練啊，搞到我哋溝通表達都有問題。而今集嘅呢份稿呢，我都有運用咗書裡面嘅方法去做啦。對比我之前咩都冇諗，憑感覺由頭寫到尾呢，我就發現原來寫之前思考好晒個框架俾自己係容易同埋清晰好多。咁當然我都仲要好多時間去練習點樣將個主題再突出啲同埋再清楚啲啦。聽到呢度，不如你哋都留一留言話俾我聽，呢集嘅內容對比之前你哋又覺得點呢？咁今日就分享咗精準寫作呢本書嘅一啲精華內容啦。如果你對今集嘅內容有啲咩問題或者想交流下嘅，可以喺下面留 comments 俾我。而之後嗰幾日我都會喺 Instagram 分享呢本書嘅一啲金句。我哋一齊交流，一齊進步，一齊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我哋下集再見，拜拜。